再来看中科院研发的大型无人机天魂2型哦，去年一抓是当飞10点钟久，上新的成果是，即马一抓已经突破20点钟咯。专家是分析讲，应该是发动机的效能提升，未来若所以当成功来应用哦，会当来提高咱台海巡防的能量。中共伫台湾大选进程继续了台，国防部2个侦测强机2台次、强舰4台次出现伫台海，国军严密的监控应处。 也继续提升咱国防实力。今年9月国防展览，大家注意的焦点之一是中空机展示正一个研发的国产天quân2型无人机。去年6月伫咧完成飞10点钟，经过1年的努力，即马做性能调整，传出好消息。飞行的时间有重大进步，而即马伫空中飞的时间并飞超过20点钟，有全年后作战能力。 大幅度进步的关键是这个换发动机。台湾的不缺武器哦，但是我们缺乏一些征收的器材哦。那其实呢要广泛的把这种无人机哦用在长时间的我们叫对空监视或对海监视。那其实说真的，我们只要有2台这种所谓的大型的无人机哦，在南北这个两边的区域哦，其实就可以24小时的巡逻。天quân2型无人机即马航程遍及到咱国航空识别区。 会当执行中长程的监侦任务，中科院也调向真打一体方向努力，和天魂挂载国产的天前飞弹。未来佫搭配向美国所采买的 MQ-9B 无人机，满足台海中低空加悬空的巡防任务。不过专家也提醒讲，天魂伫到底实际作战，还佫一段正长的路要行。另外，国军迎接总统大选，明年1月12到1月14。 总共40点钟，将会提升真济重点戒备。选举期间，国军会依照计划提升为重点戒备。那么三军部队会保持一个常态运作，来强化各项战备应处作为。目前初步估计，差不多5000外位官兵无法度投票，人数甲2020年大选差不多。不过这几年，中共加大扰乱台湾的程度，共军的基舰常常超过海峡中线。 国军也正注意，包括海空军官兵、24点钟久台面的飞弹部队、空军舰管等留守的人数，拢比2020年较多，来确保台海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